泰国和柬埔寨边境起冲突，目前上报33个人死亡，超过13万人撤离。但美国总统 Trump 出手提关税出来施压，要求双方若唔停战，这关税谈判就免讲啊，直接要扣36%协同。点点看手机顶悬亲人相片，泰柬边境爆发严重冲突的即日，空商只是带亲人到加油站甲边的超商，想要到遮短短真希望，伊就失去太太、9岁后生、甲14岁查某囝。这场当年边境争议引起的冲突，是泰柬两国13年来上严重一摆。双方继续伫边境部署重兵，传后互炮火弹着，百姓伤亡惨重。不过双方拢讲，家己是采取自卫行动。激烈轰炸已经造成13万多人逃离家园，数百个柬埔寨人换行李伫保卫下省的临时难民营排队登记。泰國邊境這邊邀請民眾密集喺體育館內底避難。เขาพร้อมเขาพากัน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หมดแล้วค่ะผู้ใหญ่บ้า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็บอกกันหมดแล้วว่าพร้อมเราพร้อม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เราไม่ได้กลัว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คยมีมาแล้ว 20是这场东南亚冲突的第3日，双方炮火呼吸无退让，而且冲突点好亲像扩大。根据泰国的《曼谷邮报》报道，距离其他冲突点超过100公里的泰国特拉省加柬埔寨菩萨省，拢个传出燃山交火。这场冲突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。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关切和谴责以外，一个苏格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也让亚迪的社群平台表示，伊分别甲两个带头人通会，因为泰国甲柬埔寨拢要伫甲美国讲关税，目前的数字依然停留伫4月初宣布的36%。川普威胁，若继续拍，美国就袂甲任何一边达成协议。然后，伊也继续更新表示，两个带头人拢经同意停火和谈判。当协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证实，柬埔寨已完赴燃山交火，不过伫各方的协调之下，两个停火好亲像已经出现希望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报道。